姐姐，你看那些，好漂亮哦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他。他什么他？没事。哎，彩雀，你看那边好像很有趣的样子。哪里有趣啊？不就是卖碗的吗？姐姐，姐姐，又不见了。敢偷我东西！大爷，饶命啊！我看你还敢不敢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手断了！啊！我没怎么用力。走吧，这。糟了，灵力不足，如果再不失血的话，恐怕……哟，姑娘，怎么不好好走路呀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是你先撞到我的，既然撞到了，就不能错过。要是错过的话，那岂不是辜负老天爷的美意？是不是，美人儿？放手！我要是不放呢？我看你想找死！公子，别这样。你看，这里这么多人。哦，那咱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。难道是他？你干什么？姑娘，救命啊！姑娘，救命啊！害怕吗？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救命啊！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救命啊！哎呀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不用害怕，他已经走了。申哥，姑娘，什么申哥？他难道是申哥的后人？受伤了？可能刚才扭伤脚了吧？这样吧，
我扶你坐下，好帮你看看。小心。